多谢利用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为这个屏东的沿海嘛带来真强的风甲真悬的影，上到10级的阵风，影悬超过2米到3米。困管处伫未少所在有插红旗来警戒，英国加落水也未发布海警进前，也有人伫遐咧架影。另外，东流线透早嘛有未少游客唔惊风台，就是要去小琉球佚佗。 东流线码头准备坐船的人未少，大家欢欢喜喜赶行李，就是要去小琉球游山玩水。因为民宿没办法取消，都规划好了。交通船顶，大家感受到风台威力，就亲像海贼船。看到天气变歹，航运业者拢来调整营运的时间。台湾航运下早10点过，到明仔载无载客，南北航运正常驶船。不过坐船的所在改到大伙渔港，小琉球嘛有真侪游客就会返来台湾避风台。海浪的状况都有一些影响啊。往南边来到加落水，风影真大。不过下早嘛是有普罗级升冲海影的民众，上悬吹7级的阵风，海影悬超2-3公尺。不过8点半发布海警了后，当面海域就插红旗警戒。至于本园区南湾及西海岸地区的沙滩，本处也会随时注意浪况，调整因应。东港渔船马龙客换，渔民犯到危险，歪掠鱼仔。 过来到大东沿海，海洋一直线马掌角，河水喷到真悬。今仔日会知影风级5级到7级，海洋的悬度上悬有4.5公尺悬。绿岛昨下晡到游客登去大东，绿岛之星、天空星停航到明仔载，开船客轮停到今仔日。中央气象局呼吁民众若经过沿海所在，拢要加注意家己安全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